那个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现在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线上的，感谢主，让我们聚集在这边。这个时候，我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站立，向我们旁边的兄姐说：平安，你是祷告的勇士。平安，你是祷告的勇士。感谢主吼，咱拢是祈祷的勇士吼。而且因为主上帝伊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勇士，伊要互咱成做一群大道的勇士。阿妹吗？咱要做伙来唱一首一群大能的勇士，请兄弟起立，咱做伙来唱。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勇士。咱就要起了伫主，因为主伊是坐伫宝座顶献给的羊羔，咱做伙来学咯，感恩咱的。坐伫宝座顶献给羊羔。我愿你敬拜阿罗。
来宣告讲，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牵的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高举你生命去到永远。我们高举你，我们高举你生命去到永远。搁一摆来宣告讲，我们高举你。我们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感谢主，因为主伊是看顾咱的主，咱伫遮要来学乐，要来感谢咱的主，伫遮，咱要做伙来读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我们用华语来读，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感谢神，他用真理来引导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能够拒绝那些世俗的诱惑，要到他永不改变的慈爱里面。使我们能够因着倚靠神，可以拥有绝对的安全感，并常有主的恩典同在。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感恩赞美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神你的恩典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你都看顾我们。虽然我们有遇见试探，但主你都救我们脱离那凶恶。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主，谢谢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过去的日子，你平安，也将喜乐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有时遇到诱惑，遇见试探，但主你都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走在合神心的道路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祈求神再一次来带领我们，用主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刻来跟随主，与主同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着我们要为全球国家城市来祷告。第一，我们要为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上仍是一个不被承认为国家的政治实体，所以有人一心缅怀过去，有人只想保持现况，也有人期待展望未来。我们感谢上主始终保守看顾我们，虽然有风雨有风暴，但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继续为台湾来献上祷告。我们要守护这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定根居住的地方。我们要求神来保守，让这块民主自由的土地不再走向集权专制的回头路。另外也是我们要为立法院，它能够成为掌管国家立法的方向，也引导国家未来的发展。近日我们立法院有爆发这个朝野的冲突，我们要为这些立委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看到很多立委他受伤，也有脑震荡的这些症状，我们要求主来保守带领新的立院团队，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跟智慧制定法律，带下公平正义，与政府之间有良性的监督与合作，来带动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另外第三个就是台湾的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已经成为人民的痛苦。近日行政院也通过打诈骗4法打诈新4法。那恳求主施恩怜悯台湾，
能够捆绑黑暗的权势，破除所有诈骗集团、跨境犯罪的权势跟组织，制止一切的诈骗、拐卖人口的这些恶行，让台湾能够成为洁净之地。这个时刻，我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为这3项事情一起开口同声来向主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主，你是我们台湾的主，主，你是看过我们这块土地，虽然我们不被认同，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实体，但主，我们仍然要仰望你。你让我们新的总统及新的团队在治理这块土地、这个国家的时候，能够寻求神你的旨意。有神你的恩典与这些团队同在，也看过立法院，让这些暴力不再在这个院中发生，也捆绑这些台湾的这些诈骗的手法，不让这些恶行在台湾继续来纵横。请求神你让我们台湾能够成为一块洁净之地。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医治我们国家这块土地，无论是哪个族群，我恳求主医治在这个族群当中隐藏的仇恨，赐下爱与饶恕，不再给魔鬼留地步。奉主的名，求你拦阻仇敌利用人的血气在中间兴风作浪。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是中保，求你赐下真正的和平，帮助我们国家这块土地不同的族群能够合而为一，让我们能够在恩典中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求主保守这块土地的民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当中，不再走上集权的一个回头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目前立法院有很多官员们发生了暴力的冲突，甚至有官员们受伤，求主让官员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让整个团队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和智慧来带动台湾国家有前面的进步与发展。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恳求主施恩怜悯台湾，捆绑黑暗权势和组织，致使所有的诈骗集团或一切拐卖人口的恶行，都不能在台湾这块土地来立足，让台湾成为洁净之地。谢谢主垂听我们在这里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主，咱时常谦卑伫主的内面来敲找主，因为主伊的话语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要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因为主伊要帮助咱，成做咱永远的依靠。轻轻烧阮的意，北风的星花经过闪闪烁烁，光照阮倒转去的路程。耶和华的话是阮路上的光，伊正做阮脚前的one day
阵欢欢喜喜，伊的手引带阮的人生。来用感恩的心来唱。日头落西山，月亮出东边，南风轻轻烧阮的面。北风的星月经过闪闪时时，光照阮倒转去的路程。耶和华的话是阮路手的光，伊正做阮脚前的灯。头前的路虽然有浮浮沉沉，无受阮出黑暗日光面。咱来宣告讲，伊是阮的主。伊是阮的主，伊了解阮的心情，阮的心是因为天白快乐，伊的手若亲像伫天顶。耶和华的话是阮路手的光，伊正做阮脚前的灯。黄伊黑路，每时阵欢欢喜喜，伊的手引带阮的人生。搁一摆来宣告讲，伊是阮的主。伊是阮的主，伊了解阮的心情，阮的心是因为天白快乐，伊的手若亲像伫天顶。耶和华的话是阮路手的光，伊正做阮脚前的灯。黄伊黑路，为时阵欢欢喜喜，伊的手引带阮的人生。黄伊黑路，黄伊黑路，为时阵欢欢喜喜，伊的手引带阮的人生。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用你的话加做阮脚前的灯甲路上的光。当阮人生拄着黑暗，当阮连路看袂清楚的时阵，上帝，互阮信靠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永远伫地。愿上帝，你的信心，这个时阵也亲自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三个伫地，在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看见你，上帝，你奇妙的工作，奇妙的作为，还有上帝你奇妙的恩典。我们如此献上我们的敬拜、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我们在上个礼拜主日，我们刚刚过了圣灵降临节，但是圣灵降临节是从复活节后的第50天，但是圣灵降临节不是只有那一天，而是说每一天都是圣灵降临节啊。好，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每一天都是圣灵降临节。在圣经使徒行传的第2章，让我们知道圣灵降临节在将近要1900多年前，那是一群见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使徒们，他们和120个门徒一起在马可的家中的楼上一起祷告，而这个祷告时间其实是非常的早，可能是6点，甚至可能是5点，甚至可能是4点，他们就在那边祷告。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第2章说，突然有地大震动，有风的响声，然后呢吹进房子当中，然后有圣灵像火焰如舌头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好，所以这张图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火。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方言，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国家的语言。
按照《使徒行传》第12章，好，那其他的国家呢，它写在后面，总共有15个国家，好，因为他们是当时是五旬节，天下犹太人要来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所以后面列出了15个地方，用了至少15种的语言，可是通通都在祷告一件事情，就是在颂赞上帝的作为。所以当他们这些120个人，他们在赞美上帝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内的这些犹太人从各国回来耶路撒冷献祭过节的，他们就被吸引。然后呢，有人说他们是醉酒了，好，叫啉酒醉啊，好，所以底下好讲酒为。但是呢，彼得就站起来讲到说，现在是早上9点啊，好，今嘛是在西亚高点了，好，所以呢，没有人在早上9点喝醉酒的，好，而是圣灵降临，圣灵充满。那彼得就起来讲到为耶稣做见证，最后他讲了一句重点，好，为什么有这个圣灵落在我们这群人的身上呢？因为那一位被你们杀害的耶稣，神上帝已经立他做基督。好，意思就是说，耶稣从复活受难日复活之后，在地上40天升天之后，10天之后，好，上帝在天上高免，好，受膏耶稣，好，所以耶稣叫做受膏者。那个受膏者的这个意思就是 Christo， 好，这个拉丁文就是 Christo， 好，就是我们现在英文说的 Christ， 基督，神已经立他做基督了。所以呢，他不再是人称他的耶稣，而是那一位受膏者。好，受膏者，好，在旧约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所以呢，宣告耶稣的身份，好，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而圣灵来到地上，降临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起来报告、见证、宣告这件事情：耶稣是基督了。耶稣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从圣灵降临节这天开始，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好，对我们平常听习惯来讲，耶稣等于基督，基督等于耶稣。但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节这一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耶稣他不再是一般玛利亚的儿子，不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不再是这些雅各好这些的哥哥，好，不再是拿撒勒人耶稣，而是受膏者基督啊。而这件事情好起来之后，好，彼得传道，好，那一天好就有3000个人啊，成人男丁好男人悔改受洗，好，然后教会就从那时候就一直聚会，一直聚会，到什么时候呢？到现在。所以五旬节五旬节圣灵降临节那一天，就是教会开始的那一天。聚会到什么时候呢？不是每个礼拜天才来，是不断的聚会。为什么能够不断的聚会？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圣灵降临节应验耶稣要升天前他自己所说的《使徒行传》第1章7、8、9节，我们一起用台语来读。伊甲因讲，别用家己的权柄决定的时间甲机会，不是恁通知的。毋顾信心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耶稣讲这的话了后，伫因在看的时，受接上天，有一片云甲伊接去，因就看袂到。红色的地方。不过，当圣灵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为什么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不是只有让人起来说方言，圣灵降临不是只有让人起来能够医病赶鬼，圣灵降临不是让人得到释放啊！我就艰苦的，我的心就白白的，信心充满我就欢喜，我就笑嗨嗨。然后呢，没有了，就无啊，不是，而是伫天边海角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降临的目的，要让每一个领受圣灵的人有一个能力，就是去见证。怎么去见证？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受膏者，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
当一个人有没有圣灵，就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去为耶稣见证。不是只有见证耶稣这个在马槽降生，不是只有见证耶稣在四福音他所说的教训，不是只有见证耶稣他复活升天，见证耶稣是那一位受膏者，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这位习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还要见证就是耶稣是将来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意义。所以圣灵降临节也反映了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6章，耶稣在登山宝训所教导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国降临是圣灵把上帝的国从天上带下来，所以教会是从天上来的。教会就好像耶稣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怀孕降生，而圣灵降临节让孕育了教会，教会也是在那一天，就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诞生了。有一群人起来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教会的开始。所以教会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ekklesia。 好 ekklesia 它的意思就是指一群被拣选的人。这一群人，这群人他是靠信心来感动，然后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上帝国通过教会临到地的对象，然后通过教会在地上行出上帝的旨意，万你的旨意在对你，亲像在天里，就是教会要为主做见证，迎接上帝国。所以重点来了，当教会如果没有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当教会在地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教会在地上失去了能力，失去了圣灵的同在，不能够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这就是没有办法把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来行出来。所以每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迦南教会，都是带着圣灵的能力，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阿们。在过去的这半个月，从5月17号开始，我们的灵修每日新眼光读到了彼得前书，到这个礼拜天就会读完彼得前书，然后进入彼得后书。在母亲节那天的信息分享，也有提到彼得前书是一卷教导如何面对苦难的书信，而这一群人呢，收信人是一群被拣选属基督的人，同样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虽然不一定是同样的人，但是都是一群领受圣灵的人。彼得在透过这一封信教导他们，苦难是信心的考验。你说你有信心，你怎么把你的信心证明出来？我相信耶稣，我对上帝有信心。唯一的考验就是你怎么去回应苦难。当苦难临到时，你是要得胜，还是你要面对，还是你是要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熬、自己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苦难？还是你是真正亲像约伯同款，像约伯一样，这么大的苦难，人生的历练当中，最后他通过了苦难，说：“我从前怎么样，风闻有你，如今呢，亲眼见你。”他怎么亲眼见你？最后他顺服，面对苦难，他不想要这些的打击，他不想要接受这一些在他身上。其实他的约伯的苦难有很多层次。但是我们最后看到，在约伯的身上，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和奖赏，上帝的加倍赐福在他的身上。在母亲节那一天，牧师在这个联合礼拜当中分享，圣灵使我们顺服基督，圣灵使我们顺服真理，圣灵使我们顺服权柄。所以我们能够称耶稣是基督，光这一点就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能够把真理学习放在我们心中，而且愿意照真理而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还有，当我们为在上位者来祷告，当我们顺服权柄，愿意在这个权柄底下，像大卫在扫罗王的权柄底下，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即便在旧约撒母耳记的时候，圣灵好像没有降临，但是上帝的灵也感动了大卫，让他顺服了受膏者
那时候受膏者是扫罗嘛，让他顺服了真理，就是上帝所说的话，让他顺服了权柄。圣灵帮助我们用行善来堵住破口，不是以恶报恶，不是以牙还牙，不是以眼还眼，而是以善报恶，而是以善来堵住那一切的破口。这就是我们今天彼得前书第2章第12节所说的，是我们要用行善来抵挡那一切的恶。而今天牧师要继续把这个进度往前。其实这个信息是上个礼拜周六礼拜的分享，但因为今天这个主理者身体欠安，所以牧师就有这个机会，再把这个信息拿来在祷告会当中，也跟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彼得前书第4章，就是我们在接下来后天，应该是在后天会读到的经文。7到11节我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怎样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什么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大家的圣经都很熟。若有人讲道，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好让神在凡事上都能因耶稣基督得着什么荣耀。愿荣耀全人都归给他，直到永远远远。阿们。所以彼得教导这一群面对苦难的人，要在你们的苦难上面来荣耀神。好，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来荣耀神。当咱在受苦为主来受苦的时阵，咱若是讲歹话、存歹心、做歹代志，每当应邀上帝时阵，这个苦难永远不会结束。但是当咱在这个苦难中间，咱有信心来帮助跟快乐，我们把这个苦难用来去荣耀上帝，不发怨言，互相款待，然后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讲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这个苦难，别人说哇，你的出身背景条件这么糟，但是你没有埋怨，你反而在这边喜乐，反而在那边感谢上帝。那天慧君节、母亲节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公他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妈妈，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妈妈，所以他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概念。但是呢，他一样用他的自己现在成为妈妈，也是这样子来。如果你听过这样的见证分享，哇，这就是来荣耀神。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让我们能够勇敢去做对的事情，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是只有爱可爱的人，去爱那不可爱的人啊。所以在彼得前书3、4、5章，我各挑一段经文，然后用3个重点来结束。第一个重点就是为义受苦强过为罪受苦。彼得前书3章13到17，咱这回来读。你若热心做好，啥人为害你，总是你若为着义受苦，就有福气。唔免惊人的威胁，嘛唔免着其不安，着尊重基督做主。若有人问你心中的愿望，就不时准备好势，通对因辩明。不过，就用温和甲尊重的态度来回答，就有清白的良心，通伫恁受侮辱的时，互遐个侮辱恁的人，看见恁靠基督所表现的好品行，感觉见笑。受苦若是上帝旨意，最好来受苦，比最歹来受苦较好。最后一句，好，再讲一次。最好来受苦，比最歹来受苦较好。哇，这个有押韵啊！好，这句话台语还要加水。为义受苦强过为罪受苦。人生没有那个没受苦的时候。人生就算你是威廉王子，好，现在威廉王子好，可能也觉得他过得很苦啊，好，因为他没有要在他这个放弃这个王家的礼遇，但是。我们受苦，好，不要白白受苦。好，跟你隔壁人讲，不要白白受苦，要为义受苦。好，
就是最后来受苦。有的人受苦是自己自讨苦吃啊，自己自取的。好，但是呢，这段圣经教咱讲，好，就算讲咱做好来受苦，其实是有福气的，唔通惊人的威胁，唔通惊吓，只要心内底奉主做基督做信，好，就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认定耶稣是基督，是君王，是受膏者，是弥赛亚，尊基督做主。哦，现在灵力让的基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没有可批评的，在基督里面没有可攻击的，但是人家还要给你用放大镜、显微镜，好来揪出你有什么的不对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自觉羞愧。好，罗马书12章说，这样做就是把炭火怎样堆在他们的头上，好，一边都昂公公，好，一刚刚更小啊。好，就是让他自觉羞愧，所以不发怨言，好，不要去攻击，好，但是也不是说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发怨言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没有一样？完全不一样。好，不发怨言是你知道，好，对错是恶善非，但是嘴巴不要去发出怨言。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假装没看到。大事、小事化无，然后说安怎就没代志啊。这个是 fake 好，假和平好，这是虚假的，是表象的，不是真正的公义。行善受苦比行恶受苦好。好，第二个重点，顺从上帝的旨意强过顺从自己的情欲。第4章第1节到第2节，请咱来读。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恁嘛着用同款的心志来装备家己，因为伫肉体受苦是甲罪恶断绝个关系。安尼，恁伫世间所存的日子，就无搁照人的情欲，是照上帝的旨意来活。圣灵降临，就是带我们进入真理。好，这是约翰福音16、17章，耶稣最后的基督中间、教导的中间，他所教导信心来帮助我们想起基督的话、上帝的话，而让我们明白，而且还要进入。不是只有我知道，而是你要行出来，要活在这个真理当中。所以这一段话，好。彼得前书说，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自己也在他的肉身，就是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他是受苦啊。好，耶稣好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好4卷福音书当中，快乐时间多还是痛苦的时间多？做工的时间多还是睡觉的时间多？读圣经的时间多还是滑手机的时间多？耶稣他是去探访的时间多，还是看新闻、看报纸的时间多？耶稣他在肉身上选择受苦，这是代表一个的心志，这就是一个心意。这个心意呢，彼得说，这就是一个武器，为兵器。所以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等咱愿意为主受苦，无体贴肉体时，有一个好处。跟罪断绝，戒断戒绝，咱无阁受罪的引诱，所以咱爱学习要效法受苦。所以为什么出家人要剃头发？他也是在学习受苦。出家人为什么要吃素？好，为什么要住到山上？为什么要自己去挑水？为什么在夏天还要穿着袈裟？因拢在操练受苦。安尼请问，好，这种受苦不一定是为基督受苦，但是他知道要对付自己的肉体。请问基督徒，你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操练受苦？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操练受苦？这个受苦也不是叫你去挑水，也不是叫你去扫地，嘛不是叫你去倒粪扫。这个受苦就是为主行义，为义受苦，强过为作恶受苦。这个受苦是一种咱选择走对的路，做正确的事情，说正确的话，然后呢，可能就会有人来给你挑三拣四，可能就会有人在不要给你放刁。什么叫做放刁？
在后面就是给你好抓这个，在后面给你好这个记点好啊，就是给你点名，可能就会有人在后面给你指指点点，但是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知影这个话好，照圣经来讲，好可能好有人会不欢喜会跳起来，好，但是好我们不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所以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啊。最后，好，彼得前书最后1章第5章，卡兰公荣耀冠冕强过财宝名声啊。好啊，1节到4节，卡兰公做来读。我做长老，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有份伫伊特别显现的恩典，我甲恁中间平平做长老的人苦恳，就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甲因管顾，毋是勉强，是照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毋是为着贪财，是志愿热心来做，交代互恁的羊群，毋通用权威管辖，着做因的模样，安尼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会得到永远未失去光彩恩根的华光。好，咱把最贵长老请举手，曾经当过长老的。你们怎么没有现在也是啊，好有当，好，所以我们当在座哈长老好大概不少，好2/5，好2/2，快到1/2啊。当长老好，这是一个上帝金条好，而我们愿意当长老。这也是圣灵的感动，好，咱若不是信心感动的，没有人承认基督是主；若不是信心感动的，咱袂答应愿意受算做长老。所以咱去回想，好，等咱答应愿意被选成为长老的时候，其实这过程一路上拢是信心的作为啊。好，所以圣灵不是只有说你很会祷告，很会医病，很会赶鬼，很会讲方言，很会唱歌，好，然后很会预言。圣灵是在我们的生命心中，好，让我们顺服基督，高举基督，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要来高举基督。所以当长老的也是在高举基督，用我的这个服事职分，好，用我的这个谦卑顺服来荣耀上帝。但是伫遮讲的好。做长老的，有一个一定拢爱做的，就是爱安怎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啊。好，所以在我们长老教会法规，牧师跟长老好都被定义是长老。好，牧师好是这个宣讲的长老，好就是供上帝为长老。长老呢是治理的长老，好就是管理的长老。好，但是不论是宣讲，不论是治理，好平平做长老的。都爱牧养上帝交代互咱的羊群啊！所以迦南教会现在有多少只羊？来问一下我们的长老。哇，等下去拿和会手册啊！你要和会手册要看哪一页？急在人在啊，急在人不在呢？是不是我们的羊？也是。安尼加起来多少？1000多，1000多只羊。迦南教会要牧养1000多只羊，1000多只的羊，我们只有13个长老，现在是21个执事吗？17个执事怎么好像快要1:1了？好，17个执事，好啊，加起来只有30个，要去牧养1000多个啊，有几位牧师？还没有0位啊，好，因为牧师还没有就任啊，好，就怕没牧师啊，好。加1000多只的羊，还不包括每天自动来到教会，这个4楼啦、5楼啦、7楼啊，来得福，都还不包括他们呢。那要安怎去牧养因呢？因为伫遮讲的，这是上帝第3节交代互咱的，这羊群不是用权威。现在立法院想要用这个威权，藐视国会罪。好，就是我们可以在长老教会定一条藐视小会罪，这样当长老会不会很好当？好，藐视小会，然后呢，罚20万，
不是用权威，是用疼心，不是为着贪财，是为自愿来立心啊。安尼第4节，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真正的荣耀冠冕。有的人是通过做牧师、做长老，想要发财，有没有这种人？哇，讲得这么确定啊！哎，这个好，然后但是呢？有没有人想要为了要选立法委员来得到那个荣耀那个财宝名声？好，绝对有。好，他为什么想要要去为民服务做公仆？他有他的动机和想法。但是在不管你得到没有得到，到大牧者显现的时候，这一切通通都要吐出来、交出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好，最后爱把上帝交出来。上帝才会当予咱迄个真正永远应要的免流啊！好，所以帮我按一下。好，在今天，好，咱讲圣灵让我们勇敢去爱，再帮我按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念这3个重点。第一点，为义受苦强过为罪受苦。第2，帮我顺神旨意强过顺己情欲。第3，荣耀冠冕强过财宝名声。最后，我们要学习勇敢去爱，有益无害。好，要特别要押韵一下。好，就是去疼人，无有百害。好，但是这个爱呢，不要滥爱，不要溺爱，不要宠爱。好，而是用上帝的爱、基督的爱。好，以诚实以爱心来说诚实话。好，所以不可爱的人要不要爱？啊，你的仇敌要不要爱？啊！伫后壁甲你放掉的，好，伫后壁咧讲你歹话，要不要爱？有人摇头咧，好，很诚实啊。好，我只能够说很爱不下去。但是好，为了要荣耀上帝那个荣耀的冠冕，好，就算他真的是打我们的右脸，好，我们为了爱他，就把左脸放上去，好，让他也打。好，如果真的是为了要得着这个弟兄，好，所以耶稣说：“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好，所以不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信心在你心中，我们就有能力勇敢去爱。好，很不好意思啊，这个请牧师来代打，就是有这个坏处。好，讲伤等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好，请敬拜团。我们伫这个时阵，各一摆伫信心降临节的节期的中间，我欢迎信心，各一摆徛起伫我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我知影信心来，毋是互阮只有讲方言；信心来，毋是只有互阮会晓医病赶鬼，互阮看异象、做异梦、讲语言。圣灵来，是要让我们为基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圣灵来到迦南教会，要让迦南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从中华路49号到中华路33号，到中正路，到慈文路，到每一个地方，甚至离开桃园，甚至离开北台湾，甚至离开台湾这个岛，到各个地方去。为主耶稣做见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圣灵所赐的智慧，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也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求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越为义受苦，效法耶稣，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也让我们知道世上的财宝名声都要过去，唯有上帝的道是永远长存。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的慈爱公义。我们要再一次为我们的自己，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愿圣灵将上帝的国降临，让上帝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大家起立。
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风出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权力。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一起来呼求神。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风出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接着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为了我们迦南教会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了我们的牧者即将在本主日，也就是5月26日的下午3点，要来就任受职感恩的一个礼拜，我们要为这一件事情来祷告。愿上帝加添智慧与能力，让牧师以及我们所有的长职同工，以及我们教会所有的会众兄姐们，能够同心合意，扶助真理，兴旺福音。我们要为这件事来祷告。弟兄姐妹请坐。第二件事，近5个月有50多名的会员转出会籍，我们要求主来保守教会的合一，也兼顾我们教会的和谐，让每位迦南的人家人都能够与主来连结，让我们所有的同工长职都能够负起来牧养我们教会的羊群的责任。第三，我们要为了教会5、6楼以及牧师馆外墙以及顶楼的整修预算及大楼的清洁工作来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参与维持教会的整洁，也更甘心乐意参与教会的奉献。在这个时刻，我要邀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了这3件事情
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迦南教会的主。主，你设立迦南教会在桃园这个地方，是要为主继续来做光做盐，来荣耀主你的名。主，愿你让我们迦南教会能够成为一盏明灯在桃园这个地区。主，特别我们要为了5月26日下午3点，我们第6任的主任牧师陈柏芝牧师要来就任受职感恩的一个礼拜。在当天，我们有外来的牧者，有中会的特会员，有所有外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要一起来参与这样的盛会。所以我们请求你圣灵降临在这当中，看顾我们在当天的感恩礼拜，一切都能够顺利，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一在主的里面，让我们所牧养的羊群能够愿意委身在我们迦南教会当中。求主来保守我们教会能够合一，让我们从牧者到我们所有的长职同工，所有的会众都能够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能够成为荣神一人，成为荣神一人的教会。主，请求你来看顾我们迦南教会，也为了我们教会所有的整修事工，我们请求神你亲自来带领保守。我们要将这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与看顾，让迦南教会明年即将迈入60岁，也带领教会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教会可以迈向新的里程碑。在这新旧交替的时间点，我们知道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你是做新事的主，保守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职同工，并兴起更多愿意与主同工同行的人，以基督的爱来爱人，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为神的国度来努力，同心合一，向着标杆直跑。也求主保守本周日陈柏芝牧师的受旨感恩礼拜，一切的程序与准备工作都能顺利完成。求主看顾与保守，将迦南教会交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着我们要结合彼此的代祷以及我们教会的肢体的祷告，请跳到我们肢体的祷告的部分。我们要为了成人牧区，就是曾牧师呢，目前呢因为膀胱细胞受损，容易出血，血块导致尿道的一个阻塞，目前也进行注射这个玻尿酸的治疗。求主来看顾医治，让这个治疗能够一切能够顺利，能够有效果。下一页。另外就是我们要为第11组晋吴秋玉姐妹来代祷她在5月17日在北荣动泪管清除的结石手术，我们求神来怜悯，看顾她在医疗的过程能够平安顺利，也让她在整个手术过后，主来保守她恢复，一切都能够顺利良好，眼睛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跟保护。下一页。第3，我们要为了第8组康德恩弟兄的太太柯以安姐妹，因为发生车祸的石松伟先生代祷，因车祸后有颅内出血的现象，住院治疗，在加护病房观察中，求主来看顾医治，让这一切顺利，也能够来恢复，可以转到这个普通的病房。第4，另外我们要为了青年牧区来代祷，求主来带领在5月26的这个台语礼拜献诗的服事，让青年跟教会有更多的连结与认同。第2，也要让周6的敬拜团学青小组有新的成员来增加，我们要感谢神，求主也帮助加入成员能够稳定聚会，让这个聚会能够有归属感。最后我们要为了儿童牧区来代祷，我们感谢主的带领，在本周阿嘎北有3位的新朋友，义心、雨晨、雨翔，来到儿童阿嘎北来参加聚会，求主帮助，能够加添给同工老师们
有更多关怀牧养的智慧跟恩赐，让我们能够来保守牧养好主的小羊。这个时刻，我们要为了我们所有教会的肢体，好，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同工，也为了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代祷的勇士。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担任起祷告勇士的责任。主，我们看见我们的肢体当中有病痛的，有癌症，有身体不适，有车祸，也有这些动手术，在病房当中仍在接受治疗的。主，我们要请求你圣灵来帮助他们，你的圣手来医治服侍他们，让他们一切都能够得到神你的赐福保守。我们要求神让郑牧师他能够得到神你的医治保守，也让教会的青年牧区在他们的服侍当中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在儿童牧区的服侍，主你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参与阿嘎美的品格营，都得到神你的恩典赐福满满。谢谢主。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阮教会的主，我们将阮所有的肢体，阮所看到有病痛、有痛痛、有艰苦心的、辛苦病痛的，阮拢要全然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怜悯医治看顾伫因的身上，特别阮要为着陈牧师来祈祷。恳求主你，互伊伫这个注射玻尿酸的这个治疗中间，一切拢会当顺利。主你医治的手临到陈牧师的身上，我嘛看到伫阮的肢体中间有车祸，有目睭来接受这个手术的，目前搁伫病院在接受治疗的。主，我们恳求你，甲因同在，提起因惊吓的心，你要互因有平安、有喜乐，会当有愿望，时时向主你来求讨。主，你要成做因的帮衬甲我靠。主，特别阮嘛要为着阮成人牧区，阮所牧养的这个羊群。主，阮恳求你，互阮有学业的心，互阮的牧长同工会当致意来参与关心伫阮的这个小组员，互因会当感受到主你的疼，会当来临到伫因。特别阮嘛恳求你来看顾青年牧区的这个同工，为着这礼拜献诗的这个服侍，阮恳求主你加添开力，将主你的恩赐赏赐予因，帮助因伫服侍中间来看见主你的荣耀，帮助因伫拜六的礼拜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到教会来亲近主你，成做一位主你基督的精兵，为主你来传福音。我嘛要恳求主来看顾儿童牧区，伫因头前的这个路站，阿加贝的这个侍奉，以及这个同工，我们要恳求主你赏赐因智慧甲开力，互因无倚靠家己，乃是要倚靠主你所赏赐的这个能力，嘛谦卑来学习主你的话语，将主你的真理来教导伫这个世界的中间。我嘛要求主你来看顾这个世界，互因的心量甲智慧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因。主你平平赏赐伫这个老师、同工甲这个世界的身上，互因一切拢得到主你的赐福满满。我要将阮的教会，阮所有的这个同工，阮的会友兄弟，拢交托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来看顾因带。我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时刻，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站立，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因为主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阿门吗？
他已经垂听我们祷告，神要成就新的事在我们迦南教会当中，我们要献上感谢赞美的祭。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海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恩都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感谢主，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再一次来宣告说，神的膏油，你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主，因为神已经膏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还要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